不過以下呢個早晨小秘技，你肯做嘅話係會即時改善你嘅健康同埋睡眠嘅。就係你朝早起身之後就應該即刻出去室外，俾雙眼同埋身體接觸到陽光至少20分鐘，因為咁樣做係能夠重新調整你嘅晝夜節律，亦都即係話你嘅生理時鐘啦，會大大改善你夜晚瞓覺嘅質素，令到你超快地更加健康、心情更加好嘅免費方法嚟嘅。如果你想更上一層樓嘅話，更加可以喺嗰個時段聽下一啲 audiobook 或者我製作俾大家嘅 MMP 錄音 program， 幫你去摧毀拖累咗你一世嘅限制性信念，你全日咧做嘢就會高效率好多嘅。另外夜晚嘅時候記得帶翻啲防藍光嘅眼鏡啦，令到你雙眼睇嘢冇咁疲勞，亦都可以避免你夜晚瞓唔着嘅。咁所以朝早接觸陽光加埋夜晚防止藍光呢兩樣嘢就係最重要改善你健康、心情同埋睡眠超正嘅小秘技。不但你想學習更多進階健康同埋成功人生嘅小秘密嘅話，就記得撳我 bio 上面嗰條 link 去訂閱我哋免費嘅 newsletter 啦。